遮吼就是北港溪，较早人讲的本港溪嘛是伫遮，遮一直往东去，会当探到本港。本港这个所在哦，行水路一直往南去，会当探到鹿耳门，往北会当去到规个中台湾。所以讲吼，伫较早的台湾，本港遮就有水路专运的优势。伫咧乾隆年间，差不多1741年的时阵，本港遮嘛有小台湾的名号。16世纪是全世界大航海的时代，嘛是一个大车饼的时代。每一个国家拢想要出海来找找黄金，找找土地。当时的本港呢，伫咧嘉南边外中心点，嘛是济原住民伫咧生活徛起的所在。所以本港呢，自然就正做外国人来到台湾中部的第一站嘛。咱现主时所看到的本港事实并无外海。想要出入本港呢，拢是爱靠这条本港溪。本港的发展会当比边仔的所在早几100年，嘛是因为这条重要的本港溪。伫咧17世纪荷兰人所画的台湾地图，咱会当看到有本港这个地号名。可见讲本港伫咧当时就是台湾中部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角头。这搭呢，本地是原住民咧徛起的地头。尾场漳州人甘肃济嘛点伫咧遮上花开园。山路去郑芝龙一家人嘛对咧行骹到。遮的人愈来愈多，伫咧清朝雍正的时阵，自然就发展出一条闹热的本港街路。本港街虽然伫咧早当时是闹热佮繁华，但是边仔的本港溪呢，有影是弯弯翘翘，尤其是愈顶游，水流就愈尾。落尾呢，嘛是因为本港溪做大水，本港煞也互拆做本北港甲本南港。伫咧本港溪边仔的这间水仙宫呢，是伫咧乾隆年代的时阵，由遮的高商做伙来捐钱所起的。迄阵本港呢是足家野、足闹热的。这间庙保留到即马，差不多嘛280几栋啊。庙里呢嘛保存着足侪迄阵足宝贵的艺术作品。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今仔日来甲您拜访。老师听讲遮有足侪迄阵的乾隆年代保留到即马的艺术作品，敢会当请老师来甲阮介绍一下？好，这个石边图写中修水仙宫的碑记。碑记，伊就讲我本南港，遮也做本南港。北港也做本北港。本北港、本南港。有水仙水仙尊龙。关圣帝君。本来是2间庙。对，做受水灾，才做伙。迄阵做大水。你讲这6月，伫拄了关子内面就写。这迄阵就是拢讲本港街，过来占。本港街，台属街市，厝为做台。这是康熙年间诸罗县志内底所记载的一句话。早前台湾也是以做生意为主的庄头，百姓为了要事业发展，尊者出入平安，拢会建设一间水仙宫。伫咧乾隆的时代，台湾地敢若有台南安平、平湖马经、诸罗本港这3个地头有水仙宫尔。本港的水仙宫呢，是伫咧西元1739年。也就是乾隆4年的时阵在地高商捐钱所起的。即马咱看到庙宇的建筑，馆顶嘛有关现者头人的名号甲金额。这就会当互咱知影讲当时的本港确实是台湾重要的大城市。闹热是闹热，毋过人哪有才调来甲天公伯烧钱呢？伫咧西元1803年的时阵，本港做大水。本来咧祭拜水仙尊王的水仙宫，甲咧服侍关圣帝君的协天宫，拢总流去啊！落尾是在庄的高商中心搁再捐钱，甲2间庙合作伙，才会来演变做即马咱看到一间庙有2尊主神的这个画面。
下蕉、前蕉、转高，龙江蕉嘿，高行的意思。大概捐钱，捐几箍拢有写咧，汤高，拢这袂骗。系啦，拢贴伫咧顶悬嘛吼。嘿，对对对。啊，老师，咱即马水仙宫内面咧奉祀的即阵水仙尊王是咧捐水，对，这东西咧捐。哦，迄阵可能本港溪会做大水，所以讲爱请一尊水仙尊王来遮坐镇。对，较早是水路较发达，地船才会紧。遮的高商想讲啊，互我做生意较平安的，对，所以就应该起一是间，这讲。嘿，起一间即个水仙宫啦。咱来看哦，早前台湾历史的发展，高雄哦，拢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伫咧遮的头家哦，头路若愈做愈顺时，心内哦，嘛想要好好感谢保庇因的神尊。啊，这个时阵呢，起一间气派佮舒适的庙宇，就会当代表因哦心内上大的感恩咯。啊，毋过吼，有一项代志我是安怎想拢想无。若准讲吼，当时本港的高商拢是遮尔的好嘢，安尼一间庙吼代表性的龙条，应该是会做甲足气派才对啊。啊是安怎水仙宫内底，即对乾隆年间大家所捐献的龙条，会做甲遮简单呢？早期的龙条绝对袂像即马落空，你知道？哦，即马有规矩落去，拢袂去落空啦。因为你大了要运来吼，刻到这位拢长，因为惊弄破，存期足久的，摇来摇去。所以迄阵即个灵条嘛是会当地船岛啊，加即个上船做伙来本港食。哦，老师，这顶悬有即个落款的吼，年代乾隆家主年，家主年就是乾隆45年，台湾有落款的，两对乾隆，一对遮，一对遮，一对朝天宫。哦，伊个早遮五档。哇！想袂到讲哦，这个看起来这尔简单的龙条，竟然是台湾历史上哦第2久的龙条。啊，将近要300年的水仙宫，虽然哦起甲无介大间，但是你若注意甲看，世界哦拢有国宝级的作品哦。像这个壁岛是西元1948年的时阵，由猎头出名的师傅江青罗，甲彩绘出名的师傅陈玉峰双人合作的作品。而且哦，你敢知？现主是伫咧台湾哦，这2位大师的作品，就是伫咧本港遮哦保存了上界完整。正式的称呼是堆塑，堆塑，堆塑，伊用石花、海菜安尼落去堆这个建起来。哦，安尼足用的呢，即马拢足在。有保养过啊。哦，有保养过。啊，这堆塑哦，目前较少，因为古早较无钱。嘿。伊就用足简单的做法。系啊，我头拄来看是讲，别位毋是拢用刻的，茶刻的、木刻的。较早来讲，一定较贵啊。本港溪哦，会直接做水灾，头一项原因是因为早当时的水利哦，较无遐尔发达。啊，第二呢，就是因为本港溪哦，弯弯翘翘，那拄着雨水长尾的时阵哦，顶游的水袂赴消透，啊，自然哦，本港就做大水啊。尤其哦，大水若做了伤尾。有当着啊，嘛会去改变河道的线路。就是因为安尼，伫咧西元1803年的时阵，一摆做大水哦，就甲自本正闹这个本港，拆做本南港甲本北港。这个城市哦，过去是头一个，互人记载伫咧外国人地图顶头的台湾城市。啊，到底伫咧起初，伊是安怎样形容起来？啊，又阁是安怎样转变做咱现主时所熟悉的模样呢？我们现在看到啊，乡间的这个小路，其实在几百年前就是古笨港城市的一部分。随着北港溪啊不断侵蚀这边的南岸，这也就是为什么古笨港在历史上是经常有水患的。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得很明显，这个攻击面的曲流啊。北港溪弯弯曲曲的，你现在看到这个河埔地啊，就是它一次一次切。罗老师讲哦，100多年前外地人上岸了后，就会挺好顺这条小路，一直通到本港的中心朝天宫。
过去吼，这条路的两边原来是真闹热，南北二路的货品哦，拢点伫遮买卖甲交换，总是哦，永早的繁华，现主时拢已经点伫咧涂骹底咯。老一辈啊，他们都有说，过了溪就是北港，这里就是南边的街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3米到4米的地方，就看到了那个屋子的结构，房屋的结构，砖砌结构哦。在另外一个坑里面，我们找到的是那个也是结构，但是又很特殊，它是有层叠的瓦片堆积的结构。可能是一个工作的作坊的遗迹，因为在地表上有大量的糖漏。糖漏，什么是糖漏？就是制糖用的陶器。这些出土的文物就会反映出当时人的生活。他们比如说他们日常。现主时哦，人流传一句“一户二落三艋舺”，就是咧描写过去哦台湾商业繁华的城市。不过哦，嘛有人咧讲，伫咧清朝康熙的年间哦，汉人拄来到台湾迄当阵，其实哦民间流传的是一户二分。我咧想哦。这敢有可能会当当作是一种较早本港繁华的线索呢？因为伫咧迄当阵哦，伫咧台湾中部，无论是农产品要加工，还是货品要出口，船只拢爱对遮来经过。马场呢是一直到乾隆49年，鹿港呢正式会当甲泉州的汉江对渡了后，才有迄句一户二路三艋舺的言语流传出来。即摆来到遮哦。已经看无古早册内底所记载迄个本港咯。不过吼，若参考地图甲文献，咱嘛会当找到当时清水港的所在哦，伫咧倒位？这搭所在哦，伫咧18世纪的时阵，正是本港地上界大片的清水港。到这当阵，敢若剩一块石碑来纪念早当时的繁华。定定哦，想到这，我拢会足感慨的，敢讲。这就是每一个台湾河港的命运呢。那这里叫船头坡啊，这船头坡就是这边以前其实就是船可以进来的，所以你看它这样。这个石碑哦，虽然是新刻的，不过顶头所记载的，正是这个地头100多年来的历史。北港镇、树卡里、船头坡，本地呢拢是本港的旧地址，往来船只拢会驶来到这靠岸。这拢咧证明以前的本港到底有偌闹热、偌繁华。这个记忆啊，其实我们透过方志的记录都可以看到。以前的大甲船来到本港所辖的港口，现主时呢变作是北港镇的一个里。不过200当前的称呼，到这当阵哦，永远嘛是留伫咧本港人的生活内底。几百年的地名都还保存下来。现主时吼，这片咱看起来真普遍的产地，想袂到讲吼，竟然是早当时台湾中部上界大片的港口。这个互我想到吼，人拢讲千年产地800祖，地是主人，人是客。咱若细翻头去了解过去的历史，唔但会当互咱更较保守所有的一切，嘛会当互咱更较了解吼这片养起咱大汉的土地。虽然吼，咱拢知影讲，本港捌是台湾早前哦上界重要的港口其中之一。但是要为北港这个现代的城市去猜想本港早当时的画面，哇，这原来是有小可困难。加在吼，有罗老师的团队，佮再来遮100几当前本港人咧使用的器具，甚至吼，佮有对外国运来碗盘，才有法度互我来去了解较早本港人的生活。来，阿仁老师现在带你进来的这个空间呢，就是我们专门整理古笨港出土文物的整理的工作站。这也反映出古笨港作为一个台湾清代很重要的历史时期的市镇和聚落，它所遗留下来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是非常丰富的。哇，看到桌顶哦，这么多对涂骹底挖出来文物。我就会当去猜想讲哦，迄当时台湾甲中国之间的关系。若讲哦，有遮幼路的碗盘，还有足侪较早的人生活的器具，
亲像遮的海狸甲牛角。在我咧约吼，较早住伫咧本港的人，生活条件吼，应该是不良舒适的款哦。伫咧17、18世纪的迄个时阵哦，中国出产的鱼啊，经过海路销去甲全世界咧试行。本港这个大香港哦，身为中国的厝边，自然嘛流落真侪迄阵为中国来的鱼啊。毋过哦，我感觉足怪奇的是，是安怎伫遮看到的鱼啊，拢无亲像伫咧故宫博物院内底看到的遐尔有共呢？而古笨港出土的这些青花瓷各式各样，但是它都是属于比较常民用的。只有很少数比较精细的瓷器是来自于江西景德镇。这一件就是江西景德镇来的。从它的胎质、说它的青花的发色，还有画的星细的程度，它看起来比较精细一点。没错，像这种精细的瓷器就是景德镇来的。你看这个是用伫咧这个小小的砖头哦，就会当看到这尔侪明清的时阵做甲遐尔幼弱的鱼啊，哇，有影是无简单。而且吼，这款宝贵的器具，嘛会当代表迄阵好野人的身份地位。另外哦，若讲到同款住伫遮一般的老百姓所使用的哦，就是对福建摇手出产的较普通的日用品。老师，我感觉这一区的这个样态就跟刚刚就长得非常不一样。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多是餐饮用器，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猜，这个油灯，油灯，而且这个油灯是3个火源的照明。我们在古笨港的物质文化遗存里面发现大量的灯具。当时台湾它的窑大概只能烧砖瓦类型的这种陶器，除了做砖瓦以外，它还生产一种低温的陶器，用来作为糖品加工很重要的工具，就是糖漏。明清时期台湾其实一直到日治时期，台湾都是很重要的蔗糖生产区。那你那个糖啊，压制出来、煎煮出来的成品其实是红糖。所以台湾自己去生产这种陶器，来去精制白糖。所以这等于也是相对的一个证据。对，就是说这些东西。对，为本港遮挖出来的粗鱼啊，虽然讲无中国来的鱼啊遐尔的有功，不过咱会挺好会当了解讲，200年前台湾第一大港的百姓生活的状况。早当时的本港的遐尔的繁华，上主要的就是因为遮的地理条件是真好。当当时的平湖呢，控制台湾甲中国往来的海面交通。遮的离平湖上界近的本港，自然就正做迄阵要出入台湾第一重要的港口。连明朝时代各国地图拢用本港这个地号名来代表台湾。老师，安尼我想起来，迄阵的本港应该是足大的港口。迄阵大只船敢会带直接驶入来港口内底？伊早期有可能有几百吨的船啊会当入来，因为你伫迄个荷兰人的日记内底有讲伊有派船啊来遮买卖。到尾期呢，这条溪偷愈来愈下，这条溪伊的土是沙质的，沙土的所在就是讲伊的变化会济。较早是安怎？哪有人讲偷渡为遮来呢？第一就讲遮官府较无法严啦，第二就讲这条溪完全翘翘，会当比。嘿啦，你一寡官兵要掠贼啊无好掠啦。想袂到讲这个毋但细条，而且佫够加土刷的本港溪。现主时虽然看起来弯弯翘翘，但是伫咧几百年前呢，竟然是庇荫着本港这个台湾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大香港。尤其这个所在，也是台湾一个神秘人物传说的起点。迄个人就是颜师泽。若是伫咧本港讲到官兵掠贼头，上有代表性的就是互在庄足侪人认为是开台第一人的颜师泽故事咯。总是伫咧历史上无正式的记载，不过伊的故事哇是伫咧民间世界流传，甚至嘛有人采石碑，为着要来纪念伊伫咧本港上花的经过。
哦，老师，这就是纪念碑。听讲吼，较早这个严思哲的传说，讲是伊是这个开台第一人。你若伫迄个明朝啊，清朝历史，伊会讲台湾有足侪其他的称呼，其中一个叫做北港。哦，迄阵啊，咱讲的北港，毋是讲起一个小的港口，是咧起规个台湾岛。明朝元年、清朝初年呢，郑芝龙带一阵兄弟来，头目叫做严思哲，啊，迄是传说写来遮空手，佫会当来遮拍拼，啊，所以呢，伊才有伊的吸引力就对。甚至吼，有一寡人相信讲，严思哲就是当时的海贼头李大的化名。啊，无论是严思哲还是李大，这阵吼同早来到台湾的汉人，那开发台湾，嘛甲因的商业哦，甲因的宗教信仰引进来到这个土地，互台湾真做是今仔日咱看到的模样。你庙口凊彩摆一担吼，你个三顿有啊。啊，佮繁荣起来，繁荣起来呢，佮有一寡故事开始会落，迄个北港的身躯顶就对啦，吼。一个港口，伊绝对会沿着迄条码头水路，会发展这个闹热的街市。哦，阮敢会当讲，一个码头是开始，啊，一个庙市是终点，啊，就为遮。为遮参与连接做伙，啊，一个是信用中心，啊，一个是商业中心。为了要找找更较好的生活，咱的祖先漂洋过海，冒险来到台湾，为故乡派来新尊，自然呢就真做是一种心灵的挖苦。这种精神的寄托，400年来完全唔捌改变。就是因为本港的商业是真佳雅，早当时的台湾嘛有一副日本的一款讲法。毋过伫咧乾隆君15年的迄当阵，本港溪做大水。甲本港听做是本北港甲本南港，本北港呢，因为有朝天宫这个信仰的中心，嘛因为离渡口较近，生理的往来较发达，所以就继续繁华落去。但是南边的本南港呢，虽然讲有官衙伫咧遐，但是因为歹做生意，所以就渐渐衰微去咯。较早清朝的时阵，汉人来台湾渡过这个湖水沟是足危险的。迄阵就把这个海神妈祖变做一个心灵的挖苦。这个朝天宫的历史是为当时开始的。哦，朝天宫是清朝康熙33年。迄阵啊，这个宜州的天后宫祖庙呢，受逼牺牲为了天后宫内底正殿分灵一尊妈祖，来到阮这本港进入古早的这本港的港口呢，离这个离咱这马祖宫头前的差100公尺下来。就听人讲，这个马祖庙这个地点是马祖家己建的。对，门影是安尼。是因为迄个受逼牺牲，伊就将这尊马祖来请来。听讲呢，遮有一个古井较早迄阵神尊就是下当迄古井屯遐。那知影迄神尊的足重，请袂起来。细尊才7寸来尔，更然请袂起来。所以马祖是想要带当遮拄高尚足济。遮的人讲，马祖是海神啊，你都互阮行船当平安。所以讲较早遮位啊是港口。港口。但是即马已经伫咧足外。已经离足远的咯。3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台湾讨生活的汉人，嘛甲妈祖信仰做伙派来到位，祈求妈祖保护，会当保庇因伫咧即个偏远的土地安全徛起。时间经过，即阵留落来的人，有影甲故乡的传统甲生活方式，伫咧这片青云的土地保存落来。当然因嘛想要用上界讲究的师傅甲工艺来表达对妈祖婆的感谢。老师，我拄入来时阵看到这顶悬这是祖祭嘛？早前对，阮这是长期的八角地都结网，这台湾的同早出现就是北港朝天宫，伊这有祈福的作用，你来看摆好，这亲像咧乌龟的壳，长寿，拢代表长寿。这早前嘛辟邪，讲的物件拢就有意义伫内底。所以嘛，定体辟邪的作用。我看这朝天宫起间呢，足气派、足礼道的是，为清朝就有写作安尼嘛。伊这是慢慢
来改建起来。哦，咱初迄阵啊，18岁上来，伊是大草料人尔咧。啊，尾啊时阵到雍正年间就变成有厝遐。啊，到这个乾隆年间，阮就已经规模足大，已经有3镇咯。伊就记载讲，遮乡村足济。老师啊，你头拄仔讲的这个古镇，镇也伫树壁已经封起来人尔。因为较早呢，人拢爱来跋马祖签，哦，跋这药签。爱拢过来讨这灵后井的水，这阵啊呢，要讨的人太济啊，所以咱怎么哦，来封起来，来封起来。咱的古井就是一个定点马，这阵同大尊定点马下底下就是一个古井。较早18岁先来，就是请这阵从头前这阵细尊的这阵同祖，叫祖马。台湾人相信哦，妈祖婆神威显赫，无所不能。啊，民间哦，嘛有真济故事咧流传，拢是甲妈祖婆有牵连。就亲像哦，朝天宫孝子顶的故事，相信一定足侪人有听过。我说来进前就知影讲吼，朝天宫遮有一个最有名的传说，叫做孝子顶啊。这孝子顶对一只。哦，你讲遮？啊，这个伫咧内底遮。对，哈。哦，这孝子顶是咧讲哦，嘉庆24年哦，泉州遐有一个孝姓的孝子。因两岁孙老爸过来阮这本港遮做生意啊，足久了拢无写批着，因迄阵啊书信往返无方便啊，毋捌看见老爸啊，所以参因老母呢坐船过来到这边要来找因老爸。哪知迄只船呢，要来到本港遮要靠岸时，平船呢母囝落入海中，将因呢冲散去。到尾这孝姓孝子人救起来啊，有一日这孝姓孝子哦，祈求呢妈祖。我假使会当找到爸爸妈妈，我这支顶会当顶落这石林。结果呢，伊去顶下落啊，到尾就找到，所以一家团圆。哇，这是足传奇的。啊，足传奇的。哪有看到孝子顶？老师哦，佮带我去看一项朝天宫的镇殿之宝。这项造作哦，嘛是见证早当时开辟台湾迄站辛苦的过程。咱这观音殿遮有一对灵条，这对灵条是会知全台湾呢有克年代同早一对灵条。哦，这。哎，遮有心情的当证明，乾隆1年大的建立。和水仙宫的迄对龙条同款，这对龙条哦，嘛是乾隆年间做好的。但是你敢知影？其实哦，台湾是真济龙条拢足有历史的，啊，可惜哦，拢无落款的较济，啊，所以毋则讲哦，本港的这2对龙条。确实是目前台湾哦发现有6款，而且哦是年代上介久的龙条。看这个龙条，知影讲较早应该是有钱人啊，拢会来遮寄付嘛，来庙里寄付。哦，咱像咱有还愿吼，啊就对这神明足尊敬，咱来寄付。啊，像咱这咱大人叫禁街，禁止从这里上去的石阶。哦，禁街，袂当位遮起来。啊，伊的名叫义路，皇帝才会当行的路。这是道光的基子里，啊，这呢有项河关的哦，转高新德太和敬坚，敬坚。哦，这个是公认哦，咱台湾同水的一块的义路。早前哦，高雄的势力是袂输即摆的政府哦。啊，无论讲哦是庙宇的建设，还是街市的发展，高雄哦拢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啊，本北港哦发展到上车营的时阵，隔强就有8条大街，7000几户的人家。啊，甚至哦来到日本时代，这大家哦就已经有4间戏院咯。这较早呢，清朝的时候叫京口街、宫口街、朝天宫前面的街。哦，啊，到日本时代，啊，迄阵毋是烫去迄个对了，烫到迄边啊。啊，到即马呢，阮甲叫这呢，朝圣大道。即马进香团拢是为迄边来啊。啊，较早遮就是拢过北港的特产。阮北港遮的这麻油哦，清朝的时阵超780斤呢。是哦。哦，像这土豆、蚕豆，这拢嘛阮北港的名产。阿姨你好。啥那咱遮本港的土豆这有名？为什么？阮遮是沙地啊，种土豆爱较沙地。沙地是讲这个排水较好。哦，真好食，足香的。老师带我来到这条街，
伊讲哦，这条街在地的人拢称呼做是暗街啊。老师，这条为什么咧号做暗街啊？这玩意北港的八街之一呢，较早吼清朝时哦，这做鱼盆啥物拢会带来到这路的吼，啊，所以这啊，拢甲规条街拢暗暗啦，等于暗暗啊。哦。原来哦，北港人所讲的暗街啊，毋是咱所猜想的迄款意思。其实哦，就亲像鹿港的不见天同款，因为生意太好啊，个店面的招牌哦，设甲满满时，甲规片的天哦，拢看去咯。所以这条暗街啊，正正会当证明早当时的北港到底有偌繁华。老师，我看这个壁哪会遮特别？哦，这瓮墙，这北港唯一留落来，就领这瓮墙。瓮墙是啥？瓮墙红啊青，较早呢野餐过来吼，酒红。哦。较早好野人的时阵哦，伊会带咧吼囡仔，这查囡仔出世吼，男童女儿红。这伊会带20-30红的带咧点，到因查囝差有16、17岁，要嫁的时阵压起来拄好。啊，所以迄边暗街啊，人讲暗街啊，红啊街啊，红街啊，哈，嘛是有人安尼讲暗街啊，哈，红街啊。虽然哦，因为环境咧变化，互早前会当行船的水路，即马已经无在条，搁再行船咯。啊，本港的名号呢，嘛渐渐互北港取代去啊。啊，毋过吼，踮伫遮的每一个人，犹原啊，搁是用古早本港八街来做基础，继续发展本港的文化甲繁华。尤其吼，就是妈祖婆文化的传承。北港迎妈祖，这是地方重要的大代志哦。当年拿妈祖生，驶艺过车出来闹热的这款文化，百几年来吼是拢无改变。啊，伫咧台湾哦，应该敢若剩北港这个300年的庄头，啊，搁完整保留这款结合信仰甲工艺的活动啊。艺歌是一种足古早流传落来的表演形式，因呢是把这个舞台起伫咧车管顶。啊，听讲同早的时阵是为牛车演变到即马。啊，到底其中的美感是啥呢？咱来甲老师请教一下。这位艺歌的师傅颜三泰先生，是北港花灯第3代的传人。自细汉到大哦，每一年的妈祖生，伊拢参加有到。老师家拢是艺歌车哦，啊，叫做艺歌啦吼。艺歌，这是阮即大家特有的讲法。若讲以北港的历史，这是前朝清朝的时阵就有啊。因为伫清朝吼，本港的贸易参大陆，吼已经做大。啊，即摆伫遮做生意的人吼，若妈祖生的时阵，伊个会伫因泉州、漳州迄边请师傅过来做艺歌。是一种戏台的概念，但是戏台是放伫遐迄种，啊，这是出来咧，硬老咧，咱咧当咧洗安尼。我发动哦。哦，有影就好奇讲，规个艺歌若是建起来是，会当安怎？伊即马咧发动，互阮看。艺歌的历史上介早哦，天河对东条开始算，啊，到咱明清的时阵呢，才对汉人的移民来到咱台湾。是坐伫你家吗？老师坐伫你家吗？普遍哦，每一台艺歌拢有一个主题故事，上主要的角色呢，伫咧台顶嘛有一个上特别的位置，互大家看闹热的信众一看就会当知影讲，啊，这台艺歌车是咧搬倒一出头的故事。坐点伫咧艺歌车顶的艺人哦，有的是半座仙，啊，有的呢是咧唱南管调。虽然哦，伫车顶一坐落，表演就是规半工，哇，有影是足辛苦的。啊，毋过来参加的人哦，确实嘛会感觉到真福气。200-300年来，艺歌这个文化对着时代咧演变。颜老师伊嘛是见证着近来一架子北港艺歌的起落甲变化。早期这是用牛车底，用人拖，这金宝顺米铺。意思是讲，这台艺歌个是因出钱做，因出钱做的。啊，内底有恁的作品无？有啊，这个是我的作品啊。这个内容灯吼，即摆已经无啊。哦，即摆已经无啊。老师，我看这哦，较早的迄年发生的什么代志，拢有记载伫咧这个册顶。记载伫。梅干、西
种同胞维护西藏同胞宗教自由。迄当达赖喇嘛，从西藏走去印度，叫中国甲破坏甲掠去，所以说配合叔叔伊个爱写一个标语。啊，老师，你做这差不多做偌久啊？做这道？我从超10岁开始就缀阮老爸做这咯，做40、50单。哇！我感觉几个道拢有家己的故事伫。我每一个个有一个故事，就这关公迄个什么倒拖倒斩错用迄个故事，对阮来讲还是讲行动的迄个强妙安尼啦。老师，一台艺歌内底应该是结合足侪工艺伫内底。伊即个个底啦吼，有木雕的，啊有迄大木的师傅就是结果啦，结果师啦，结果师。啊，过来就是彩画，也佫有一种功夫就是咧画庙倒庙壁迄个工。阮去顶悬看卖者，哦，这接电了是会开的哈。会开会合的。好，顶悬当徛2个人嘛。啊，这悬点要坐2个人。这个咧设计吼，就是讲你穿水水啊，当遮呢为妈祖庆用色淡要坐伫遮早期啦，一定得爱头家落主叫优先权啦。大家会抢嘛？大家，唔是讲会抢啦，钱出上济人上大声啦。哦，是安尼。啊，讲啊，我出1万，迄类甲留咧安尼。哦。到甲即当阵哦，北港的艺歌犹原阁是活跳跳，逐年拢有咧表演。啊，虽然讲哦，现主时咱已经看无早当时哦迄个繁华的本港啊，啊，毋过哦，200-300年来，一直拢伫咧本港人生活当中的艺歌，就亲像一条锁啊，甲过去吼迄段祖先打拼的历史，啊，阁有对妈祖的感谢，甲活伫咧现代的咱哦，牵连做伙。老师，这位是？就阮后生。啊，你毕业了有出去找头路，才转来吗？还是讲一毕业了就开始转来做？我一开始有伫外口食头路啊。哦。但是受到厝的安尼，那个师傅愈来愈歹找啊，我就转来想要甲学一个。对，学一个。你想看卖？北港咧做艺歌，无人咧做艺歌啦。当外地来做，安尼讲会过无？讲袂过啊。对啊。即句安尼讲袂过啊，就互严信忠哦倒转来传承即个100几年的工艺。我这个时阵，那迄手袂使带，慢慢啦。就顺即个顶悬的即个纹路。哦，会使啊！啊，你拄开始学的时阵，你有参考较早的相片啊，还是讲？我即马拢咧看连续剧较济。哦，是哦。对，连续剧，因为连续剧内底的物件做较精济。哦。参考内底的资料，甲阿爸讨论讲，这个朝代是爱穿啥？对，不是就爱穿条。对，明条都要穿明条的，安尼。哦。因为阮咧做艺歌吼，阮是咧互模仿的对象，超像阮也有安尼讲起用手工豆豆淡仔画，啊，所以足侪物件拢是阮家己创造出来的。啊，但是伫咧即马，大家拢咧讲求快速的年代，你哪会想要做遮辛苦、遮搞工的代志？因为这个是讲，认真讲是讲传承的问题啦。我若无去继续安尼坚持落去，这个功夫就失传去啊。这个根本都唔知写。我记得，写啥？歪过去。我记得，这是讲，即摆讲，互你体验看卖，我这照这做这是有简单还无简单，安尼尔。100几年前哦，清朝政府咧管理台湾，民间有一句话流传讲：5年一大反，3年一小反。意思哦，就是咧讲台湾的百姓哦，不时就咧起义反政府。本港有一间移民庙，就是咧纪念林爽文事件内底牺牲去的本港移民团。咱遮移民庙的历史是为当时开始的。因为1787年林爽文事变，
林爽文本来是一个清朝政府人的部头，但是伊唔看袂惯清朝的腐败，所以咱加入天地会，咱台湾应该天地会上同大，上大从这人马到50万人。是变安尼，就是因为人多嘛，无地方控制遮人啊，所以出来吼，即个强奸杀人咯、抢劫咯，伊在爆发啦，所以才引起咱百姓足反感的。伊来攻来加伊，因为咱说咱大家反抗嘛，咱遮就是108，就是遮起义，乾隆53年，林爽文迄个兵马利用咱遮渔民来讲出征。等来建功的，咱偷嘿，哎呦，所以结果无水准。可是咱咧渔民来讲，完全拢牺牲是遮。咱新房内面即块，迄个石啊，迄个就是王牌，皇帝送的王牌，乾隆皇帝送的王牌，后壁的王。当时哦，伫遮牺牲去的，阁有一只义犬。下地人呢，为着要感谢伊的牺牲，同款嘛是甲一只狗服侍伫咧庙内底。咱这就是义犬将军的墓。义犬将军，伊真的是伊的骨骸也伫内面。义犬将军有一点，伊对足照顾囡仔，所以咱遮有一个保平安同意柜，这是囡仔衫。你若来求厝的啦囡仔，义面讲若稳准宝贝，也真等于食穿平安。伊来平安了，再来答谢咱义犬将军。安尼。我看到遮嘛有这个宠物祈福灯。宠物祈福灯。我第一摆看到这呢。你第一看这？嘿啊。你要饲宠物嘛，使来遮。是哦。对，嘿，这宠物祈福灯。咱这个墓就是咱义面来讲，林爽文书本108个遗书的墓。这就是一个观音墓。义面爷公。嘿，一个观音墓，嘿，那就种就是一个观音墓。就因啦。108个好汉，甲一只忠犬，为着要保护庄头唔惊死，啥物人要来欺负我的庄头，我来甲相请拼。这款的故事伫咧台湾南北二路拢有得听。我咧想毋是因为较早的人性地较雄，是因为伫咧迄个困难的年代，所有的人拢是拼性命，辛苦咧拍拼，才有法度伫即个地头徛起。所以毋才会较保障家己的庄头，甲较大一片土地。我拄入来的时阵，就是讲即个墓，才是林爽文事件的墓。但是若毋是即个，这个是。这是这两边各一粒，这是迄个蔡朝春事件36遗书，第伊的死者在遮。綴条村事件是发生伫咧西元1862年一个民间的起义。迄阵带头的綴条村势力是愈来愈扩，伫咧中部起兵了后，就想要来占领本港。当时本港的百姓马上就甲北港马清洗，到底是要战还是要降？谁知影讲马祖部敢若只是2字：战结。大家毋只心肝换定，下死命甲綴条村规个部队请拼落去。即摆咱看到这个墓就是迄当阵为本港牺牲的渔民种的所在。有人讲，阮的祖先嘛是渔民军啊。阮虽然当时无战死，但是以后阮过身，因嘛要来安怎？因嘛扣的，因嘛来遮下咧。嘿，来下咧，因要同享万年香火。对，要对渔民来讲修行，所以来对个会很济啊。咱若讲本港人重视綴条村事件，假使讲因是咧钦佩遮个渔民的爱国心，而且会望家己100年了后，有通甲渔民爷来大做伙，甚至甲早前咧祭拜渔民爷的神主牌啊，当作是宝物来看待。这个就咱綴潮村事件伫咱遮，这一拍开就这年代的，牺牲的36位的义士。当时咧供奉的这个神主牌啊，每一位拢有落名伫这内底。大清同治5年，所以咱即马这个已经整个拢已经腐蚀得足严重啊，咱先甲保护落来。哪有看到这渔民流落到担的物件？我阁有看到这涂骹的砖啊，拢有一沓一沓的手印。原来这站嘛甲长山过台湾的迄个年代有相牵连这是咱伫北港地区算足特别的一个砖啊，因为这嘛较早嘛算这个
野餐时过来，因为较早伫大陆咧做这庄仔的时阵，拢会请一寡囡仔，所以淡伊就杀来烧，所以每一个庄仔拢有伊的这个烙印啦，所以伊伫迄边较简单来做，毋过伫咱遮，逐项拢是捡起来用的。这手印拢无讲介大咧哦，拢细细片。嘿，对，就是迄阵啊，做囡仔只要你搬来叮当，你就想要趁钱啦。这个物件就是伫咱庙内底，很多是算镇庙之宝啦。这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咱的民众来奉献一个这好插这个香，保存到即马，状况真好呢。状况真好，有啦有必顺，毋过咱嘛是好啊保护嘿。这个吼是感官是咱那个清代这个漳州窑，因为伊这是较低温窑啦，咱用到这种真的不容易。对。林松文、地雕村、天地会，这拢是较早伫咧课本顶头读过的名词，毋过点伫咧遮。这确实拢是伫咧本港人身边发生的历史，嘛是因为早前的社会无定着有车拼的事件，毋则伫咧本港遮嘛一直拢有练武的习惯。咱即个来到下仑国小，听讲遮的龙凤狮是为较早清朝的时阵地雕村事件延续到即卖的武术风气。敢会当请老师甲阮解说一下遮的故事？其实个延续到这个乙未年之战，武士风气对本港来讲，拢是有这个动作，保护家己的庄头袂去用抢夺。演变到即摆的龙凤狮。日本时代就藏伫个人狮内底。大部分拢袂讲练武术，拢是咧练狮。你看这狮头335甲8卦度伫台湾内底所有台湾狮无甲阮的有甲。这个是日本时代的狮头。日本时代为着要出现金色的所以要用铜片宽啊对。较早是金色的，但是了生锈，才变做青色的。系啊，一般咱的狮头会安尼嘛，你会感觉迄狮尾拢会去用欺负。较早的狮尾伊这个是德公啊，伊是绑伫遮，伊咧人的时阵会当拔一支刀出来，够倒伫藏咧内底呢。对。你讲较早。人狮若是人要甲我攻击，对，拔出来。对。所以较早武术啦甲兵器其实拢会藏伫人狮文化内底。搬山到一个青分的地头，上界主要就是爱当保护家己，安尼毋则会互厝内的人安心徛起。嘛就是因为安尼，本港这个真早就咧接纳中国移民的庄头。练武的习惯已经超过200年啊！遮个人嘛相信讲，家己一定爱勇敢，才有法度来保护心所爱的人。时代咧变化，现主时已经无需要搁再练武来保护庄头啊！毋过看到遮个囡仔咧学人狮，就亲像看到较早时祖先的历史同款。这龙凤狮的历史，你大家会当甲阮介绍？大概清朝的光绪年间差光绪20年迄阵因为战乱就开始去请武士，伊当初来教。所以其实像这种物件嘛是当初咧人狮的时阵伊咧开战鼓、咧开鼓架的时阵，伊会分，伊爱用这个分出这个声音嘿。已经有出声，嘿。因为阮龙凤狮有遮尔久的历史所以咱使用的乐器佫是足古老的上特殊的就是咧练甲风，所以有穿这风狮啦、甲风头、甲风尾。其实伫咧迄个大陆的潮州慢慢看到迄人风，但是因无咧人练龙凤狮伫咧大陆来讲，因嘛甲迄个相片放伫因的国家一级的博物馆内底。咱来看龙。伊就是爱对这个喙内底安尼看出来，伊摕的迄个灵珠甲印啊，摕这两个是啥？这两支灵珠甲王印，伊古早这两支就是讲当初兵器的金龟腿。这嘛是一个足古早的一种表演的方式安尼。佫来咱有小狮，小狮嘛足特殊的，小狮。小狮是一个人伊一个人绑这个狮皮，一个人表演。这伫台湾即马嘛愈来愈少看。人狮就是爱人家呢。看这我嘛跃跃欲试。我钻进去。碰是这是绑伫咧腰顶管吗？对，绑伫腰。
左脚先跨，左脚先跨，然后过来蹲低后把，安尼对，嘿，这方向对，扎出去亮相，嘿。然后1、2、3、4。嘿，对对对。哦。伫咧以前的社会，敢若有查甫囡仔会当学人师哦，但是到即当阵哦，观念咧改变啦，嘛是有真济查某囡仔嘛开始咧学人师啊哦。人讲吼，时代咧改变，文化嘛会对咧向前行，就是因为文化是活的，是甲人吼互相咧牵连。但是不变的是哦，100年来的传统，也是祖先美丽的故事，就亲像一个宝贵的礼物。拢藏伫咧咱的心中。老师，因为咱知影讲龙凤狮是本港较早移民社会传落来的一个文化。啊，老师感觉讲这个龙凤狮伫咧本港有啥物重要的地位吗？龙凤狮这个物件哦，其实会当看到清朝、甲日本时代，啊个近代每一个时代的技术，啊嘛会当看到迄个时代先民留落来智慧。啊，个先贤努力，啊个每一个时代人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本港，这个无外海的港口城市，为正哦入来咱台湾的礼俗甲信仰，100年来哦，伫咧台湾人的心中生大。啊，无论讲是宗教的故事，还是讲是在地人的历史，正好拢是咱的祖先打拼的经过。而且我咧想，这嘛会变做一种精神，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互咱哦更较勇敢的去面对未来的世界。伫咧还未来本港之前，我对本港的了解，敢若停留伫咧课本馆顶。啊，但是即个有影来了，才发现讲，哇，原来遮尔啊侪较早的历史印地和美丽，拢有保留到即马。就参像卢老师所学出来这文物同款，一句一句，敢若拢咧讲到本港就是小台湾，大港的台湾，带你去发现你唔知影的台湾故事。在行啊，讲较紧的呢。有没有想到现在进香？现在进香，因为现在各地都来进香，不是只有因为咱就是好 ，OK， 感谢感谢，好，太好咧，安尼，迄个老师和两位老阿林，咱翕一下相好无？